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另外是关于环视看7月10号中港台南电影新闻。经过调查，有愈来愈侪民众感受到自杀防治的重要，嘛想要主动帮助困难的人，所以嘛，和市区卫生局象征性邀集各行各业的代表，拢做伙站出来，加入珍爱生命守护人的行列，期待政府甲民间合作，持续降低自杀的发生，避免危害。人生真侪时阵，拢无法度顺家第意，那时想袂开，就容易参像行动剧当中所演的拍算跳河做公代志。毋过这时大家乃当加保一点仔，得当降低可能自杀的危险。卫生局就表示，经过市府的努力防治，但市自杀的比例虽然对一档334个降到今年280个左右，不过坦承已经产生瓶颈，也是需要各界以珍爱生命守门人的角色社会站出来。其中参像卖火团的头家，就做了真好的示范。头家，你讲火团，包卖偌咁好。咱就感觉讲怪怪，心情无介好吧？伊甲你礼仪界态度嘛无介好，迄就是咱想要行，头早市长讲另外一条路，你来讲，你有啥物困难？我就请你食一罐尔，甲别人讲，安尼啦。根据统计，目前自杀方式前5名分别是吊刀、烧炭、食农药、加安眠药以及跳水、跳楼等等。市长除了呼吁大家成为守护心理健康的职工，也特别提醒65岁以上的长辈，上较容易想袂开，爱做人事事加陪伴，付出关心。不如意的代志，伊的反应会无共款，所以有的人会一时想袂开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甲帮忙。那帮忙的方式真侪啦，无共款的领域的人提供无共款的帮忙，但是咱今仔日强调的，现主是咱所有在座人所强调的，就是当伊要采取手段的时阵啊，已经想袂开啊，决定要行向这条路，要采取手段的时阵，咱甲停落来。任何一种的手段，咱若有机会，咱来甲救起来。我想重要意义是伫遮啦。只要大家加点仔关心、了解自杀防治的概念，甲相关心理咨询的管道，相信人人拢是守护者。等新闻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南大科技大学为了培育4D、5D 虚拟实境等新形态网络人才，不断结合相关行来努力。希望该校正式成立体感自治中心，希望借此带动台湾体感科技的产业动力。在咧成立仪式上，侪与会相关学代表以象征研发、创新、实行、冒险、媒合、强大这6个字母的组合，制作出体感科技的方程式，也打造少年学生的梦想蓝图。对现场侪体感的设备，会当看得出来，这项技术绝对是未来趋势。不但会当结合手机也会当伫咧大型的建筑物上投影，进行趣味的互动游戏。南大科技大学的校长有自信，伫咧科技技术上绝对袂输外国。我们的科技是跟国际同步的在这样一个结合这个在地，然后呢这个结合未来等等这个3个结合呢，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。也希望借着这样呢我们台湾第一然后呢世界第一。我们学界很希望在这个阶段让智慧科技不管是它的业务推展，或是它的创新科技，可以一直领先在这个3D 体感的这个产业界里面占有一席之地。业者也表示，这届合作的成败将会大大影响未来台湾在体感相关产业上的竞争力。事实上，台湾的企业那如果要放眼全世界，事实上一定要整合很多力量当后盾。那尤其台湾都是中小企业，
那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一个就是说先进企业的话，事实上后面都很多学校在给他们当后盾。那尤其我们在南台湾其实很多很优秀的大学，所以这次的产学合作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。体感娱乐将会是未来人类休闲娱乐的重点，所以新一步掌握技术关键，得当领先全球，为台湾创造无限的商机。咱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。已经举办5档办出上大规模，甚至创下多项全国纪录的星光马拉松，不过今年却确定无要举办，已经让侪人相当的失望。对此，议员李文静召开记者会，批评市府一点仔都无关心，连这么有特色活动都无爱，是要怎拼经济、拼城市营销？曾经创下全国马拉松全马人数16000人上阵，以及首次伫夜间举办定纪录的安平星光马拉松。如果依照前5档的往例，就是明仔载要举办，不过到第6档却停办，嘛互侪选手想拢无。同时，会当受惠的观光旅游产业嘛失去商机，失去城市营销的大好机会。对此，议员李文静认为，重点就是主办协会认为得袂到市府的关心鼓励，相当的切心才会停办。创下了全国迄个滚行纪录的星光马拉松，全马人数上济啊！头一届伫暗时办的啊，伊的主题歌是点阅率上悬的啊，即个拜六的下暗迄个大放率对经济嘛上有帮助啊，因为伊礼拜拢会留伫台南嘛，你也看本来咱也有是明仔载7月16日爱办嘛，结果今年就无去啊嘛，主办单位伫旧年人咧办的时阵，人就有即款的一个声音出来啊，结果伫规档的中间，咱台南市政府咱拢无去共处理，我伫议会我嘛有质询咧，私底下我嘛甲市长讲咧。你体育处兼观光局、兼经济局、经发局，无你是要安怎发展经济啦？你要安怎发展观光啦？你要安怎发展休闲运动啦？为了替民间发声讨一个公道，议员要求教育、观光旅游等相关局处来检讨。虽然市府表示有需要因一定的专业资源到3项行政协调，不过这样有特色、创纪录的星光马拉松，确实够目前也看不出敢有可能搁再付出停办。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台湾知名泰迪熊收藏家李若琳将对7月15号开始，首次展出超过150件泰迪熊收藏品，总价值超过600万。其中也有相当难得身高只有3.5公分的迷你泰迪熊。现在带大家做回来欣赏。这个无共款风格呈现侪模样的泰迪熊，全部拢是台湾知名泰迪熊收藏家李若琳的宝贝。29档的时间，总共收集了超过2000件。这个配合饭店主题，展出其中上界珍贵的一部分。那这次参展的大约150只左右。那这次很高兴可以跟泰迪精英跟精英酒店一起合作。那这次也很开心，我住在泰迪熊套房。那这次主要的我除了我身后这些迷你熊之外，然后现场大部分都是手工熊，然后德国熊、英国熊跟上海设计师，还有台湾的算是泰迪熊界的台湾之光。在中，这只历史悠久的古董泰迪熊，不但做工相当有路，而且特别的是，目睭的部分甲其他的泰迪熊无同款，是用玻璃制作而成，目前全世界只有少少几只，非常珍贵。Chatty 它是古董熊，对，那它差别就是在现在的材质不好保存，所以它在那个佳士得拍卖会，它都是非常高的价格。然后这些都历经过1次、2次
世界大战，所以它历经岁月，所以它的保存很难可以就是很完整这样子。收藏家李若琳后期所收藏的，拢是这款小小的迷你熊，这也是台湾之光小宝石公司所生产的，每一只拢是纯手工打造。设计师也伫咧每一只身上亲自签名，让这小小的迷你熊更加意义非凡。它其实迷你熊有规定哦，就是因为越小的熊它越难做。那譬如说我手上这个大概是3.5公分，那它那个针要非常细，然后线也要非常细，那工就越复杂，越小的熊越难做。那目前因为先前收集太大只，家里摆不下，所以我后来就主要专攻迷你熊。那最重要的是它们上面不好意思，那个这边都有签名，设计师的签名。但我现在拿的这一系列是台湾设计师，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设计师。欢迎民众即日起到8月28号，凭消费发票前往参观，现场也有济值得纪念的泰迪熊商品，希望会当用古锥的力量，将更加侪欢乐传给社会。咱的新闻网找彩虹报道。先新闻一个，马上登来新闻现场。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，无论好或不好，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。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，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。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，过量饮酒绝无好处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不可》，台南爱读册。伫去年以台南美食小姐作为主题办个展，发表新册画家欧文钦今年有新的创举，在台南市多单44个空间当中，对今仔开始一直到7月底同步进行展览。伊就希望只有让人伫生活当中亲近艺术，才能感受上界自然的美学。画家欧文钦对7月份开始同步伫台南44个展览空间所进行画展，其中伫5园当中特别专程创作的3把目标，就是伊自细汉的记忆。另外，也有蒋清忠以10档来创作画作，拢同步伫大街小巷展出，包括头毛店、咖啡厅、加冰店等等。就希望互画作加入大家生活，将整个台南变成一座展览场。艺术生活化，然后把那个触角变成很宽阔。那个意思不是说你44架都要看完，逻辑是说，因为分布在很多种特色的地方，然后一般民众啊，就是是一定有机会就是接触到这样，所以都是触角宽阔。就是把你画让大家想可以看得到这样。浪漫主义欧文钦相当随性，访问当中不时笑嗨嗨，真歹联想伊是企业世家，同时对未来创作渐渐设定好目标。另外可能就是比较内省方面，就开始做一种心灵上的比较抽象的创作，会往那个方向去。所以你说将来会怎样？拍破展览不只是伫传统艺能领域，欧文钦以艺术来自平凡的生活，勇敢走出家己的风格。等新闻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为了唤起大家对世界上只存3.5万只亚洲象的关心，有一对英国病仔囝所创办的大象巡游活动，伫迈入第10档的时，首次巡回台湾。同时，伫咱台南保育公司展出10只用彩绘也是用碰色所制作的大象雕塑品，其他用艺术来传达保育的观念。
一对英国的白仔囝伫泰国清迈拄到一只踏着地雷来失去脚骨的小象，为了帮助伊，并且唤起大众对亚洲象的关注，这对白仔囝发起大象巡游的活动，行过伦敦、新加坡等16个国际城市，展出超过1000名艺术家、设计师、名人所创造的大象艺术雕塑。那我们历经了在16个城市跟19次巡游的大象巡游展，它即日起到9月30号会来到台南新天地。那这是这个大象巡游展它第一次来台湾首展。那我们台南新天地呢，总共会有10只的手绘大象，包括8只它在外国艺术家的作品跟2个台湾本土艺术家的合作的作品，那分别在我们的连通道、西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居楼大厅都有做这样子的展出。大象巡游活动自2006年创办到今，已经迈入第10档。这次因首度登台，并且伫台南百货公司展出10只的雕塑品，有来自泰国、英国的8件作品，其中2件则是来自台湾艺术家。而这款作品将持续展出到9月30号为止，欢迎民众到店来关怀保育议题。但新闻家山郭博义采访报道。另外，迈入第5档的台南39点钟拍片比赛，一直求新求变，不止注入新的元素，嘛顺应少年朋友的意见，包括扩大参与到100组，嘛将活动的时程对学生较无方便的4月调整到7月下旬，有更加侪国内新一代影像工作者拢会当来参与，拼一个关键。台南39点钟拍片比赛将伫7月22到24正式展开。这次突破往年只接受39组参赛的限制，总共有800人报名，120名志工投入，并且邀请到18位评审来做伙参与，提供爱拍片的民众一个典型的舞台，并且将台南变成一个大型的影城，和城市的人事物拢变成镜头当中的画面。台南市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，不管从荷据时期一直到战后，其实它跨越了台湾非常多不同阶段的一个历史时期，所以它是最适合拍电影的一个城市了哦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短片的一个竞赛，让更多的人透过拍摄的影片的过程当中去认识这个城市，那也透过大家不同的观点跟角度，为这个城市的人事物，包括地产景，包括这些故事，都留下一些宝贵的一些记录，也让大家在人生的历程当中，曾经在这个城市留下一段非常经典的一个短片哦。由市府主办的台南39点钟拍片比赛，到时将伫台南一中进行开幕。主办单位希望到时市民朋友，若是看到努力拍片的小组，唔通忘记发挥台南人的热情，互因上大的支持甲鼓励。但新闻站山郭博义采访报道。伫现在资讯复杂时代，民众真容易得当透过报纸、电视甲网络吸收到营养资讯。不过有一寡资讯因为无够全面，造成民众有错误的认识。对此，业师提醒民众咨询上解方便的好处边。维生素 E 会互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增加，这种的新闻标题出现伫媒体的报道当中。不过同时，也有新闻指出，维生素 E 会降低中风的增加，互接受资讯的民众心内产生疑虑。对此，药师指出，参像这类的报道，不但会造成民众错误的认知，也会互因感觉惊吓。民众其实对用药的资讯常常有一些偏颇，然后或者是错误的认知，而这些错误的认知后续会造成他们用药安全受到一些影响。比如说像之前报道有说维生素 E 它会使中风的风险增加，又有报道说维生素 E 会让中风的风险降低。那到底是会增加还是降低呢？如果只看到单篇报道，其实民众可能会对这维生素 E 造成恐慌，而且会有一点无所适从，到底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其实我们还原文献本身，其实这些文献它的报道都有部分的偏颇，所以建议民众其实不用过度于恐慌，只要在食药署的建议，每天摄取12到15毫克即可。
药师指出，有一寡药物甲食物会产生交互作用，参像葡萄柚汁、甲某一寡药物做伙食，都会改变药效，也是发生不良的反应。但其实麦化宁这个药跟很多食物都有交互作用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深绿色蔬菜，因为深绿色蔬菜会使它的药效降低。但是深绿色蔬菜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素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民众，你就是定时定量的来使用，不要一下子吃太多或太少，让这个影响是固定的。但是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是可以避免的，我们就会请民众尽量避免。像很多其实葡萄柚汁跟大部分的很多药物都有交互作用，这种我们就会在药袋上就会注明，请病人避免掉葡萄柚汁在服药的期间。所以，不管是药物的使用量，或者是使用办法，民众若是有任何问题，上好也是爱请教专业的药师来得到完整的咨询。但新闻正上郭博义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。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天气，温度28度到32度，落雨记录1成，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，上大阵风6级。感谢收看7月15号的中港台电新闻，那么在港节时间再会。